好啦，嚟到3.4咧，應該最後呢題例子啦。OK，咁咧就呢度咧就問你乜咧？嗱，有6題題目嚇，我揀其中2題做俾大家睇嘅。咁咧佢就問你咧 maximum value 或者 minimum value 啊，即係最大最細啦。咁 a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x，咁上題解過啦，即係佢當時同時間出現嘅 x 係乜咧？OK，咁咧。但係咧上一題咧俾嘅題目係呢一個款嚟㗎，即係3.4呢個款嘅。呢個款嘅強項咧就係咩咧 ？A 可以知道笑哈哈鹹包，跟住 HK 咧就會係個最大或者最細點。咁咧所以上一題例子咧就好容易答啱啱紫色呢啲答案嘅。好啦，但係問題咧，今次俾呢啲款咧，你見到呢6題呢啲款咧就似乎係3.3呢啲款嚟㗎。Y 等於 AX 二次加 BX 加 C， 好似 general form 呢個款喎。咁呢個款嘅強項就係 A 可以睇到笑哈哈鹹包啦 ，C 睇到 y-intercept 啦，但係呢個款係冇辦法咧睇到 maximum minimum point。咁即係呢個款咧係答唔到呢個問題喎。咁我哋點算咧？我哋就要學少少功夫咧，就點咧？就從咧而家題目嘅3.3呢個款式，就轉去咩咧？換隻筆先，轉過去3.4呢個款即係將呢6條數咧由呢個樣3.3呢個樣轉去3.4呢個樣嗱，轉得到呢個咧就好容易答呢啲問題㗎啦，咁就可以答到紫色嘅答案題目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咁橙色呢個點樣去轉咧？有個方法嘅喎，嗱 A 咧同呢個 A 稅會字係相同㗎，咁咧就爭在 HK 我哋要先揾咗出嚟啦。咁 HK 點揾咧？咁喺你書裏邊咧有呢條 formula 嘅。OK， 咁呢個應該我喺 summary recap 出嚟嘅。H 同 K 咧原來都有得背㗎，不過 K 你發覺都幾難背嘅，咁所以咧我可以鼓勵大家咧先背咗 H 先，咁 K 有第二個方法去揾過。好啦 ，H 我 highlight 下佢先嚇，我用橙色筆 highlight 啦。H 等於負 B over 2A， 嗱唔好背錯啊，背錯就出事㗎啦。H 等於負 B over 2A， 所以咧第10題我就先揾 H 咯喎。第10題好啦，我用橙色筆揾 H 嚇 ，H。OK， 等於負 B over 2A，B 係乜咧 ？B 係2，A 係1，咁即係負 B over 2A。OK， 計一計咧，約簡就係負1，H 係負1。好啦 ，K， 咁 K 咧，阿 Sir 你話唔使背呢個有咩方法咧？嗱 ，H 係 X 嘅位置嚟嘅，我哋知道嚇。咁我哋要揾翻當時嘅 K 咧，我哋可以咁樣做嘅。咁你可以用呢招喎 ，K 咧就等於咩咧 ？K 就當係 Y，H 就當係 X， 不過 X 咧今次就代佢負1。嗱，講多次咯喎 ，H 就代落 X 度 ，K 就代落 Y 度。咁 H 咧唔寫 H 啊，因為 H 我哋剛剛辛苦地揾到係負1啊嘛，所以呢位擠負1，呢位擠負1。咁所以咧就括弧負1 2次加2乘括弧加4，呢個位全部擠 H 係負1，H 係負1，小心計數下，唔好錯呢啲咧就好唔抵嘅。咁應該呢度計到係3，咦 HK 咧計到係負1,3，咁點搞咧？我話咗寫做呢個樣啊嘛，係咪啊？寫做呢個樣就寫咯喎，咁即係 Y 就等於 A 係乜水咧？A 係1，咁1跟住括弧，跟住 X 減 H， 好 X 減 H 係負1，咁不如咁啦，減負1即係括住佢啦，減負1。OK，and then 2次，咁對翻2次 ，and then 加 K 係3，所以加3。OK， 加3。OK， 不過有個符號就有啲無謂嘅，就係呢個1啦。咁1冇理由再寫，所以我拆翻佢咯喎。咁頭先寫方便你睇啫，拆翻佢就1就唔寫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咧而家咧成功咧就將咩咧？將呢題咧我哋3.3學嘅題目咧就轉咗做3.4嘅樣咯喎。OK， 好，咁咧 HK 咧係咩咧？highlight翻先 ，HK 咧就分別係負1同埋3。好啦，差唔多可以答問題啦。點解咧？嗱，佢問你 maximum 定 minimum， 同埋當時 x 係幾多？好啦，等等先。呢個 A 係正數喎，正數咧我哋偷偷地諗下，正數咧就應該係笑哈哈嚟嘅。
所以因為 A 係正數，應該係笑哈哈嚟嘅，即係話呢點係最低點，得唔得？咁最低點我哋就可以答人啦 ，minimum 啦 ，OK，value。好啦，題目講咗問你 maximum 定 minimum value 啊嘛，係 minimum 喎 ，OK， 係乜鬼咧？就等於咧 ，OK，HK 啊嘛，係咪啊？HK 咧就係 K 呢個數字係對唔住，不如咁咧，我哋做少少嘢嚟，好唔好？我哋寫個 vertex 落去喺中間咧，嗱 vertex 咧就一定係-1,3㗎啦，即係喺呢個位置係-1,3嚟㗎啦，係咩嚟㗎？係 HK 嚟㗎嘛。OK， 最低點咪就係呢個 y 值咯，所以係3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佢問 corresponding value of x， 即係當時嘅 x 係幾多啊？當時嘅 x 係-1喎，咁所以我寫一次啦。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x 咧就等於-1。OK， 嗱咁第10題就咁樣樣啦。咁你嗱第13題咧，我做埋俾你睇睇咯喎，間開佢先。第13題喺呢度開始做啦。13 OK， 根據頭先嘅原則就係，呢個咧係3點三角嘅嘢啊。咁我哋將佢變做3.4呢個樣喎。咁即係先揾 h 同 k 下，先揾 h 同 k。好，呢度開始做咯喎。好啦 ，h 等於好啦，根據條式背咯喎，負 b over 2a。好啦，咁啊，負 b over 2a。OK， 喺呢度嚇 ，b 係4，a 係-1，咁啊負 b over 2a。咁咧小心啲撳下計數機或者小心心算都應該計到係2嚟嘅 ，h 係2。好啦，咁 k 點揾咧？咁都係啦。如果你冇背右下角條式咧，你可以撳下 k 喺度代 h 咯 ，h 係幾多啊 ？h 係2嚇，所以代2喺呢啲位置。咁啊小心啲睇睇我有冇寫錯嚇。負括弧2次加4括弧減5。OK， 呢啲位置即係2，小心計係-4加8減5，咁應該計到-1。好，咁你見到 HK 就分別係2同-1。好啦，咁即係正式可以將呢個咧寫做3.4呢個樣咯喎。好啦，咁所以咧 y 就等於 A。點解 A 啊？呢度咪 A 啊嘛 A。好啦 ，A 係-1，所以跟翻下-1，我寫個負算啦，括弧2次。好啦 ，x 減 h， 所以就 x 減 h 係2，所以 x 減2。好 ，and then 加 k 加-1 ，k 係-1 ，OK， 加-1加-1梗係寫減1啦。OK， 好啦。咁咧 HK 我又用綠色筆 highlight 咯喎 ，HK 今次就即係2-1嚇，其實喺呢度已經有噶啦，好似頭先我提咁，喺呢度 HK 已經有噶啦，得唔得？即係喺呢度揾完已經喺呢度代翻落去噶啦。好啦 ，HK 喺度喎，係咪 ？OK， 咁即係話咧，加翻我頭先紅筆嗰句咯。咁其實即係 vertex，對唔住用錯筆 ，vertex 咧頂點咧就會係咧 HK 嚟嘅，所以 vertex 頂點就會係2-1。好啦，咁咧跟住咧開始答翻紫色題目問嘅問題咯。最大定最細啊？個值係當時 x 係乜啊 ？OK， 咁我哋又偷偷地睇下啦。咁咧因為咧今次嗰個 A 咧係負數 ，A 係負數係乜咧 ？A 係負數咧就即係話俾你聽，佢係一個喊包圖。喊包咧咁即係話個 vertex 頂點紅色嘅點咧就喺最頂，最頂係2-1。嗱，我只要抄翻隔離嘅啫。OK， 好啦，咁即係話呢點係最高嘅點啦，或者最大嘅值啦，所以係 maximum 啦。頭先 minimum， 今次 maximum 咯喎 ，maximum 咯喎。OK， 好，咁啊紫色筆答翻啦 ，maximum value， 咁就等於個紅色點頂點嘅 y 值，即係-1。OK， 咁當時咧-1當時 x 係乜啊？當時係 x 係2啊嘛，咁所以咧答翻嗰句。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x 咧就等於2㗎，咁我唔重複抄一次啦。OK， 咁就呢個完成咗呢一題啦。咁啊都難嘅，要轉翻做呢個樣，咁先至睇得到呢個。